继续来看警政署上新的统计，讲到2023年的7月为止，国内也未找到的失踪人口有8828个。另外，像家友倒伫路边互放杀的囡仔等等，这的身份爱搁查证的个案，嘛超过5600个。新北市邦桥警察分局的警员王敏南做警察26年了，有找人高手的称号。伊曾经协助一位失踪26年的太太，甲伊的子女来团圆，嘛为真侪身份不明的往生者找到转去的路。咱就来看警政甲社政人员安怎联手，帮助有失踪人口的家庭一家团圆。一个为民服务的工作这样子，找到家属那个相聚那时刻是很感人的。走丢再找回来这件事情，确实是需要有不同的跨专业来协助。爱的手链也是让我们比较安心。他要找我，我也找不到。协寻工作，不管是生，不管是死，有好的结果，就是我们往前进的动力啊。从事警政工作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非自愿性失踪人口一家团聚，圆团圆的梦。伊是新北市邦桥分局警察王敏南，1997年做警政工会角斗已经26年，由于过手成功找到人的案件，已过超过1000件，大家拢叫伊是找人高手。外面这样叫我，但是对这个称号，我不敢说自己是高手啦。那我秉持着说，我能做就尽量做，能做多少都做得到。那也会努力的帮助这些没有找到的家人，帮助他找到回家的路啊。这个案子是民国77年发生，民国96年才报案。每当我跟家属做联系的时候，家属都会跟我挂电话，因为都不可能。去找个阿嬷，这个阿嬷哦，那再请家属去找别人，发现 bingo 同一个人。当下妈妈叫得出3个人名字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姐姐亲自跟我讲，或者说谢谢王警官，这26年都没有过什么叫母亲节的节日，终于会过母亲节的节日。抱住妈妈，这可是等了28年的拥抱，说什么都不想再放开了。妈妈笑了，哭了，擦掉眼角的泪水。怀胎10个月的宝贝女儿，终于又回到自己的身边。台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说：“手抱囝儿时，才知爸母时。”就是小时候，生了小孩，抱到小朋友的时候，才知道妈妈的辛苦，所以他起这个动机，才要找他原生的家庭的母亲。板桥分局员警王敏南热心帮忙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找到改过2次名字，住在中立的李妈妈。看她抱着她小孙女的一个样子，再怎么辛苦，怎么沟通，怎么连下去接洽，一切都很值得。王敏南为2002年开始参与找人的工作，每一摆任务完满，拢是鼓励家己继续拼死，嘛是搁一摆前进的动力。为什么寻人要来到山上？这边跟我们的找人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找人来这边山上比较安静，比较清幽。那对自己的案件比较困难的案件，如果卡关来这边整理一下，或许会对案情有什么的突破口的部分，让自己的案情有更加明朗化，来帮助这个个案，帮他找到回家的路。到2023年7月，国内有8828位失踪人口也未找到，其他亲像倒伫路边的家友、互放杀的囡仔，这的身份不明，等待调查案件数嘛超过5600人次。啊，这内底有真少部分是名姓不清楚，关系敢若剩一堆白骨。像是我们在比对无名氏的时候，每当请家属或是跟电话中跟家属做联系的时候，家属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他家人，但是就会那种悲痛、悲伤会感受，我们会说的
会感受到心里面，但是我们都会跟家属解释说啊，这不是真，还不确定是你们家属，你不要那么悲伤，把自己照顾好。因为我常常讲说，我们的工作是一个默默没有掌声的工作，是在电脑上比对呢，人们就是跟着那个画面在比对而已。那在等待过程中也是蛮漫长的，往往这些辛苦的过程，看到家属不管是生是死，团聚那一刻，我们就觉得是蛮值得的，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是这样子。谢谢。对啦。最近好不？袂歹啊，谢谢啦，感谢你啊，妈妈今带我小弟去看医生。真感谢你啊！迄小弟啊，失踪啊10几年啊，能够互你找到啊，那个我们报案的时候都就近往生了。对吧？那阵个无伊。对，我们那时候想说是那个出去几年不可能会怎样嘛啊，就等报案那个时候是101年。到99年就走了。自控2002年8月，王美兰协助伫路口流浪10多年，计阴阳两边的家庭生活，过一摆团圆。那时候当场先去勘察到我就看了我就很心疼，当下就没办法，躺在那边10几年，真的那个坟墓都凹下去了。更可怜那种那对，那几张树啊，那找到的时候还是一堆白骨，这样有没有？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一堆白骨。他们心里还是会难过，这样。都过去了，对。圆满就好了。对啊，后续也蛮开心的，就是圆满这样，他也得到啊，我们也妈妈也放下心这样。这是个感恩又圆满的中秋节，虽然我亲爱的弟弟已不在人世，但可以回家团圆，让我的母亲放下心中的牵挂。他的内心一定与我一样，充满对警察的感谢与感恩。发现很多游民。警察这份工作真的是一个必须要抗压性，是一个高压性的工作。给他们鼓励也好，然后给他们也是真的是一份感谢。我一开始就以为说，当然会犹豫一下，因为觉得好像怕是诈骗集团。他不会一下子就跟我们讲说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能面对死亡这件事情，也是很凑巧的，在中秋这个佳节，虽然是另类的团圆，但是也是团圆。中秋节前，王美兰警员的来电说，我弟弟失踪很久了，想不想找找看？于是我与母亲抱着一丝希望，和王警员约定时间做 DNA 比对。追求完美的日程，充满谜题，嘛是汗水和目屎交一个过程。其实这个也是一份想念啊，就是也是会想说，走在路上看到经过流浪汉的时候，真的也是希望说，他就是我弟弟，对，那种那一份很渴望，对，很渴望找到他。因为86年的技术采集 DNA 的部分还没有完整，就直接埋在那个被收买了，带着法医，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，就是墓地的管理员，还有3位家属，挖出来就采集一个大腿骨，还有我们的锁骨，还有牙齿，去化验。经过比对之后，确定他的身份是他失踪17年的小叔，没错。开棺这个部分，其实站在坟墓上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会觉得怕怕的，但是想说我是帮助他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啦。那就很大胆说，我是来帮助你的，然后自己心理建设有一个打底，然后就蛮顺利的，过程中蛮顺利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即马台湾失业人口数已经超过32万人，为了防止出大事，科技电费辅助找人已经是时代趋势。
他常在穿的衣服啦，因为如果你不让外界看到他绣的名字，你把它翻过来，或是领子把它翻过来绣他的名字或绣电话，让这些迷失的长者，让路倒了，至少我们第一线会去翻他的领子袖口有没有联络方式啊，或是社政人员进了医院的体系，医院也会去翻。这是目前我们常推的，因为很多家属会多带个手链，就是贴一个标签。其实看每个家属的个案的状态啦。爱的手链是由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在1998年首次推出，截至2022年底呢，就有将近36000人次提出了这项申请。其实，透过热心民众还有警政单位的协群通报，这段期间总计有8233位民众被寻获，寻获率高达99.9%。你要常常在生活当中真实的体验这些情景。今年70岁春风阿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无论伫咧教会，或者是伫咧厝内，亲人拢家顾条条，因伊捌真侪摆风吹着。不了解失智症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也觉得蛮茫然的。他之前行动力比较好的时候，比较会有走失的状况。那有一阵子是他半夜会出去。阿爷手链啊，和失智是大人，更加简单找到回来路。而且不用什么洗澡，然后要拿下来什么，对啊，洗澡不用拿下来，对啊。他要找我，不用找不到。我们有那种戴手链的长辈丢很多次，好，那丢很多次，刚开始家属都很紧张，后来戴了手链之后，常常是他们还在家里，是人家打电话通知他才知道他们家长辈丢了。你们有算过妈妈总共走失几次吗？10次有吧？没有啦。差不多。哪有10次？差不多的，没有那么多次啦。合理的范围内，我们都会建议，我们的家属真的发现长辈走丢了，就直接去报案。好，因为直接报案，警政这边会有一个警政协寻的一个体系，走丢再找回来这件事情，确实是需要有不同的跨专业来协助，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体系。警察协助失踪民众会找到回来路，不过因嘛捌接到一寡爱报认罪找人案件。曾经有接到很多民众的来信啊，要找寻前男友啦、前女友啊，或是他已经国小的同学、高中同学要办同学会啊。那其实我们都有跟当事者、来信者、当事者说啊，这是我们寻人不是这样协寻的，要轻重缓急，因为这些都属于个资的部分，不能随便乱查。那找寻真正的协寻工作，就是家属有报案，急迫性的，然后其实才是有真正的目的，才这是我们正式的工作。不要再写信来找说啊，要找有同班同学啊、这边港贴啊等等，这些案子信件我们都有收过。帮忙想要团圆的人完成团圆梦想。人生内底每一段缘分，都应该好好珍惜。警察工作就是为民服务啦，我能将这个为民服务的工作来一直持续的进行中，那也不能算天命啦，也不能算天命。所以这份工作继续下去。对，就是家属的团聚，让我们成为源源不断的动力。人生内底过去遗憾，时间内斗相共疗伤，生命就算有终点，不过爱永远袂失去。